跨海大桥安怎讲呢？跨海大桥安怎讲？跨海大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水，请你来。你醒过来哦。为了奶粉钱，跨海大桥，跨海大桥，你有拍点？卖笑啦，哦，查甫人对不？跨海对，大桥，无敢要讲改编啊大桥哦，跨海大桥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跨海大桥？差几岁了？啊，结束啊！来，新爸爸，我嘛是跨海大你嘛是跨海大桥。我想一下别种的讲法看卖，跨海跨海大桥，跨海大桥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跨海大桥？唔对，啊，差伫倒位咧？差伫倒位咧一定是个音啦。哦，不要紧，第一点尔啦，无分数，大家拢平嘛。对啊，白好手白手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哦。来，老师，其实你若讲白话音就好啊吼。伊个虽然雕嘛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不过就是大桥啦，大不是大桥吼。因为这大甲大也是有分别，无共所在用啦。